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譚師傅去咗更換即熱式熱水爐。好，而家搞掂，而家俾電啦，俾電，跟住打個掣，好熱㗎。譚師傅安裝咗個曲架掣上去，佢考我，問我知唔知點解，我即刻就答到佢啦。以前上工業聯會電工堂都學過，曲架掣又名雙極開關。從安全嘅角度睇，即係關掣後可以同時隔離火線同中線電源，即係將電源完全隔離。好似啲冷氣機啊、熱水爐啊、大功率、用電量大嘅電器，都會喺附近安裝個曲架掣嘅。不過譚師傅對於我嘅理解，佢又有進一步嘅補充。工作守則有要求嘅，咁佢附近都冇，係嘛？如果嗰度附近冇，咪向個熱水爐側邊裝個曲架掣咯。啱啊，主要就係攞嚟維修同，如果熱水爐有咩事嗰時，可以即時去閂得。如果冇呢，到時有咩故障漏水嗰時，去邊度揾個電箱啊？係咪啊？呢個方便人嘅去處理咯，即係你咁講安全咯。提問呢就話，今日6000火嘅即熱式熱水器，俾個曲架掣幾大啊？你咁問，跟住嗰條線放幾粗啊？咁啊，需唔需要加漏電開關呢？保護呢？嗱，呢個幾好嘅提問啊！對於譚師傅呢啲嘅提問，各位朋友，你哋又知唔知道答案呢？歡迎留言，多謝收睇。